休息翻嚟，再繼續我哋今日星期日保健日伴你出發咁啊！繼續喺呢個節目入邊有我啦，我係鄭啟泰咁啊，亦都有發再生嘅負責人啊 Lily， 同埋今日同我好好傾啊，黃生你好，你好，即係每次留低你，我哋賣廣告，我知你嬲住條毛巾，因為阿黃生啱啱就頭先呢，就做緊療程嘅第一步，蒸緊個頭，咁我就即刻捉入嚟呢，就立即直擊一下，同埋希望佢同我同大家所有聽眾咧分享佢嘅故事，希望從而大家都覺得或者可以了解到呢，其實重視頭髮呢，可以解決咗好多之後嘥金錢啊、嘥時間嘅問題嘅。咁啊嗱，先講下電話號碼先，好多朋友打咗嚟啦，31889089 31889089，今日好多朋友打咗嚟。今日打嚟嘅朋友呢，除咗將你頭髮嘅問題可以轉交俾我哋同事，咁我哋同事會俾阿 Lily 之外呢，打嚟嘅朋友，我哋節目嘅尾段會抽出10位珍貴嘅名額，你哋都會得到呢，就一次免費詳盡嘅頭皮檢測，同埋一次呢免費嘅健康頭髮療程係送俾大家試做嘅。咁啊，亦都提下大家，如果想分享翻過往所有故事呢，請上呢個網站 www.hairagain.com.hk。咁啊，坐喺我對面呢，就黃生啦，好傾啦，好笑容啦，咁就都好2-3年前到啦，頭髮開始甩得好快咁啊，由前面甩到後邊，咁就工展會應該係。就咁啱就遇到個 Lily 嘅同事，咁就同佢喺現場呢做咗一個詳盡嘅頭皮檢測，咁就終於發現問題。我先問第一條問題，當做就係一個詳盡嘅頭皮檢測嗰陣呢，咁我用一個好強勁嘅專業嘅放大器就放大你頭皮啦。當時你知唔知道，或者你有冇覺得好驚奇，原來自己頭髮嘅問題原來咁嚴重？其實我以前冇做過咁嘅檢查嘅，呢啲其實都應該係真係第一次嘅。因為自己頭皮即係頭髮咧，睇鏡只係睇一小部分啫嘛。你如果將個鏡佢放大咗之後，睇翻啲毛囊或者睇翻啲頭髮咁詳細咧，真係第一次。嗰個同事都好專業嘅，講啲嘢出嚟話呢啲頭髮油脂失咗啊咩咁。其實呢啲我都唔係好清楚，都唔知點解。不過相信當時你都即係都預計到嘅情況都會嚴重，因為都甩得好緊要。係啊，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咧，就係一個好似小學同學聚會咁，幾十個人嘅聚會啦。咁因為聚會啲小學同學同我年紀差唔多嘅，都係咁嘅年紀。咁有啲頭髮仲甩得多過我，有啲人見我嘅時候，哇！摸個頭甩底咯喎，搞到我尷尬甩底咁，係冇辦法，真係甩底咯。但係有啲人頭髮好靚嘅，有啲頭髮仲慘過我，甩得仲多過我。咁我都算係唔係好差嗰個，但已經開始有啲少少。有少輪到我啦，已經啦，少少講話咁得啦，我咪好似嗰啲頭光光嗰啲咁咯，咁我心中已經有少少，唔係幾高興啦。所以因為決心問下有冇呢啲嘅治療或者藥物啊，唔知咩咁，總之有冇辦法可以改善嘅方法啦。咁所以就今日能夠同你坐喺度咧，你咁啱就揾到一個啱你嘅方法啦。嗱，我想問多一條問題，嗱，因為我第一次見阿黃生嗰陣咧，其實你嘅重災區啦，咁講啦，唔好意思，就係個額頭一路去到後邊啊嘛。其實側邊呢兩邊你啲頭髮都仍然都幾好噶嘛，兩邊。咁你頭髮其實有少少希望就遮到個頂噶嘛。冇錯。咁會唔會因為即係甩得比較嚴重，你每次出街之前要整理嘅頭髮，其實都幾嘥你時間，即係要打理好個頭髮嘅外形，先至能夠出到街。同你未甩之前，其實即係你注重咗好多啲頭髮點樣擺位啊！係啊，真係分享下呢一樣生活嘅點。因為有時候咧，我做啲工作要見下啲客人嘅，我面對都有幾百個客，有時有嘅客揾我。如果成日好似頭光光咁嘅樣就唔靚仔啦，同埋個唔係咁好啦。咁我都好多時候都要梳翻好佢，噴啲固定劑去固定下佢。因為如果唔固定劑咧，因為中間頭髮冇咗啦嘛，一吹就飄起咗嚟啦，所以好尷尬。所以有時出去旅行我都戴帽先得，因為好大風啊。但係戴帽就唔可以除帽啦，係咪？戴帽就好尷尬，其實唔中意戴帽嘅，坦白講。戴帽就好熱嘅，但係有時候風太大啊，你吹到頭髮亂到咧，好似唔知咩咁嘅，個人好奇怪。咁我戴住帽咪遮醜咯。即係生活上面嘅，我見你咁樣嘅髮型，其實有時候我行街度見到都能夠想像到，有陣時都會有好多尷尬嘅情況，即係大風啊，無端落個場大雨冇帶遮啊，濕晒頭髮咁樣大風啊，最尷尬就係呢度頭髮少嘛，你前面遮唔住嘛。嗱，聽收音機可能好多男士啦，亦都有好多女士咁雖然今日訪問嘅嘉賓啦，黃生就係男士啦，但係即係其實呢個情況可以放落去男女唔同年紀，只要你頭髮有問題的話咧，其實都應該聽下以下黃生。我想問佢呢個意見，
所有嘅嘢咧，就越早去面對咧，其實之後真係可以慳翻好多自己嘅痛苦同埋功夫嘅。頭髮就係啦，你點睇呢個咁樣嘅呢個句子咧？其實咧，我自己覺得咧，頭髮如果甩嘅時候咧，越早去處理係越好嘅，因為我已經係過咗幾年之後先處理，已經遲咗啦。其實一開始發現到頭髮開始脫落或者髮根去後面移動嗰陣時候咧，就應該即時處理咧，就會好翻啲。因為佢甩咗之後會生翻噶嘛。但係如果甩得太多嘅時候咧，係好長時間同埋比較難啲咯。我見到啲朋友啊，前幾日見到啲朋友喺醫院做運動，咁啲朋友以前識得嘅，仲有我隔離啫。佢以前見佢仲頭髮仲多過我，而家頭髮已經差唔多冇晒先。光到咧真係，咁佢可能根本唔重視㗎啦，甩就算數啦。咁頭咪甩晒冇晒咯。如果係堅持嘅，好似我咁，如果堅持做呢啲嘢咧，可能會減慢個速度，同埋都有好大機會慢慢去生翻出嚟。我相信黃生以上呢幾句説話都講中咗好多嚟嘅聽緊收音機朋友，即係心入邊嗰句説話係要及早面對。電話號碼31889089。嗱，我想問下 Lily， 黃生呢個情況咁，即係以我一個印象啦，咁啊好多老師啊、專業人士咧都係出現咁嘅情況，就係一路光喺後邊，能夠起碼都70-80%，即係正常翻啊！其實會唔會一個好長嘅時間，定係即係只要及早搞掂、及早嚟到咧，就真係時間可以短好多？不如講一講呢樣嘢。呢個肯定啦，病向淺中醫。咁啊，譬如話，如果你出現咗即係甩頭髮啊、油脂過多啊，或者頭髮薄啊，特別係女士啊，頭髮下邊咧已經開始開叉咧，就證明咧佢即係嗰個鱗片狀咧微量元素咧開始咧流失，即係頭髮咧即係將會咧越嚟越薄、越嚟越幼、越嚟越少。咁話咧，即係譬如係男士好簡單一樣嘢，你唔好去到頭頂有個窿你先至嚟啊！你少少額角向上啊，其實已經開始好即係注意呢樣嘢啦。咁啊，你頭痕啊各種咧唔舒服嘅方面都開始話俾你聽，你個頭髮咧係需要重視嘅，你需要一個問題去處理。如果喺嗰陣時候處理嘅話咧，即係我又輕鬆，佢又輕鬆。咁啊，如果係話即係時間咧都比較長嘅，即係好似阿黃生咁樣嘅做頭皮。淨係做頭皮都要做成幾個月，即係要即係好大嘅恒心同埋決心，要改變呢樣嘢，先至可以咧，即係有啲咁嘅動力先推動到佢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喺金錢方面都會俾人使得多啲嘅，係嘛？好，電話號碼31889089，31889089，希望你將你頭髮嘅問題講俾我哋同事知，我哋好希望透過我哋節目呢，能夠俾到一個選擇同埋一個信息話俾大家聽，頭髮呢真係要重視，及早重視啊！咁啊，節目尾段希望亦都抽中你，我哋希望送翻一個呢就詳盡嘅頭皮檢測，同埋一個免費嘅健康頭髮療程送俾你試做，亦都上呢個網站重溫翻過往70幾個唔同階層、唔同問題、唔同年紀朋友，佢哋都揾啱咗方法嘅。www.hereagain.com.hk。最後唔該晒黃生，咁啊唔阻你啊，咁啊呢個頭都開始乾啊，好啊，繼續你另外幾個療程嘅步驟。唔該晒你，唔該你，拜拜。伴你出發，由化再生帶俾關注健康嘅你。